很想啊，很想回老家，同学一直打电话，回来啊，回来玩啊，但是现在走不开啊，很想啊。你有看到眼公包吗？有啊，一白色的哦。有。当时当然会后悔啊，啊65、6年啊，当然后悔啊。做个茶又交通又唔方便，又热唔得过去，又做茶又不愿倒，当然后悔，将会转。当然孤单啊，当然无人住了，说一家住，一家洗衫，做唔得啦。尤其是嘛，企业啊，那的产能企业，要收啊，冇收都唔得啦。冇电话，联络唔到啊！那来寄人茶都唔敢载哦，啊无人啊，了边要传无人无啊，好在去啊，无去做啊都转去咯，转龙潭去咯。你看很多虫哦，你看。งั้น拿转龙潭去啊！你看俺都虫的，是都鸟，拿转去送到人食。本人抽来，配合推广，无做下去都唔得啦。伊唔敢啦，客家人的传统就唔敢向老公转，都嘛敢唔敢，这就客家人的传统。佢76年人过来。特别做金马河、营业一边做苏花公路，再加个路完出，弯溜，又搞成管制，平日两下就检查啊，差不多也冇耐冇啊来啊。
来多粒米来唔多，我对花莲讲真5分茶、7分火茶、个4火茶，真头都推动的真火茶，第2年就好嘞。1年来唔多啊，小孩全部高中毕业让过来啊，做兵做啥让过来啊。衣服我拿。哎。啊，他又回来了。啊，他又回来了。嗨，给你搞嗨，跟他看。会哦，累死了，累死了。喂，这边坐。很久冇很久哦。他们这个是。老师来去参观，去水头来玩来嘛，唔较无那咧做咧差不多，迄过去甲恁啊，无啥伊甲恁要做厂啊，机都忙咩吼，咱冇去叫技术。讲慢点你8年了啊。坐，你几时的？啊，转了。我坐。哪里打工？光脚我出外走。当然有开心了，没不开心你回来干嘛？以前我们家是属于地主嘛，整个家族是非常大，事业体也很大，茶园面积啦，那个田的面积都很大。就是日据时代就开始跟日本有生意的往来了。那个时候就是做红茶嘛。那从375租约跟着有7年之后，因为土地都是变成佃农他们所有了嘛，那我们自己所剩下的茶园面积就不多嘛，家族的那个茶叶生意就一直衰败到最后整个工厂要卖出去了。啊，甚至于分家这些事情都来了，所以他就往外发展。啊，我父亲就维持这个，他也是在那个时候，他才自己出去外面，要建制他自己的那个另外的一个产业嘛。啊，另外一个生产基地这样子。当你有2兄弟，对不对？你做小的，你也想要有一片天的话，是不是等于是要开天辟地？你就敢走嘛？他们早期去开发的确是很辛苦的，啊，他们早期由4个人共同投资去开发，到最后还是他一个人坚持承受下来，一直到现在，啊，这个这样来讲起来，我们家族的观念还是这个永续经营是最重要，坚持是很重要。大概62年就起业了，过后让去工厂，64年起业个工厂，茶永远种，让他漳州的起啊，根本工厂起后冇人种茶，我都做唔得啦。然后细个来带了去。
茶就奉茶都唔得生意头啊。唔知你是不是都唔得用手艺啊？特别早样都得。你是不是拿火去开火落去啊？也差不多熟得去。掠风茶，掠到尾就必须管理嘛。这个就是新良药，哦。我40年前呢买了在铁的时阵，还那种木薯，哦，种木薯，树啦吼。铁的主要去都安买，还天气加交通方便啲啦，台九线顺的话，太路顺。那就当来买到来，将开始种茶样。个用他们来的都冇种茶，个全部阿公叔就种茶。他是种茶开始，然后做茶，他不是人家种好的他去买啊，等于一开始的几年是农啦，啊，不是老板啦，是农民啦，当然是苦了嘛，从整理土地、种茶树，等它还要施肥，还要打农药啊，还要灌溉水，这一切的一切都是从农的基础上去看是很苦嘛。如果那个不苦，那个什么叫做苦？主要气候无相样。掠位无东北季风，无九江风，龙潭嗰边有九江风，嗰个龙潭其气温啊大，气温无安高，其春茶要长命让有茶长，掠位唔是，掠位3月都有茶长，含冬茶的时阵，其嗰边北部到中秋节前就以后就冇茶咧，我掠位早个12月还有茶。看清只会检查我一样。也没有本方老师啊，冇啦，你拿到ไป高山路路，冇了他冇搞到。你也是有人20两个火炭香，你啊，像今年叫关键叫转太落去，关键20叫20斤嘛。外面了薄膜嘛个拉了薄块要拍到起去，温度也会高起来。cái phổ than ở chuẩn bị mẹ, trong biên cái lúa tu trong bị chặt, cái phổ than ở bị chặt, phổ than chặt chẳng phải kỹ thuật chọc à, phổ than sau có ở số thời như thế, nhà cho kiểm面档检面机，连农行法到壳去烧的，这个烧啊，那烧了有技术怎么唱的啊？没刮火烧都唔得咯，它要焖，燃火紧炒，炒起来怎么变了那个东西？唔係講按照生火去，全部要比樣樣，檢面機這樣開始熟茶。24點鐘都唔得停啊，停落去啊！你就了火山，了火火煙比噴噴，這茶上唔會燒晒，煙比噴噴，這只是燒一下，打到2、3點鐘，你就空氣就變啦。台南你就燒得去嘅，
台南唔得了，一定，你时间到你就要起来。其实我只是好玩，虽然的啦，先生啦，都拢不会做这个水嘛，偶尔你喊就一方面，这里自己陪一陪，不知不觉就开出自家的味道出来，自己想要做一道好茶，你必须要很用心的去做。我也一直想教这个下一代，妈怎么做啊？这个时候温度几度啊？你要用什么东西啊？他不是说不学，可是他做出来就不一样，我就要去看，你这个不行哦。有一天他一定会做出来。其实全部做蜜香红茶，像其他呢茶爱扣啊，一般茶一般的乌龙茶做唔来行嘅，其他品质做唔来去啦。伊比咱咧乌龙茶安尼香气就做唔去啦，也做一点个风水。你啊，做了蜜香红茶做安尼原料，你安尼点做浮尘子是高个啊，像咧 QQ 啊，遐毛爱黄擦做个浮尘子是高个。像来呢，像来这些长的按弄啊，就会肥落，该做浮尘子啊。真细啦，有好地方阿爸来之前蒙人种茶，阿爸62年来经营都差不多都68年，这6年间啊，阿爸咧公司当然都了钱了，了钱的时间咧股东就无赚钱就想要买得去，报名阿妈讲。来多按多年呢，样来像我家讲的借钱贷款，买了间公司买起来，样开始经营。我印象中公司来花莲都做茶经营差不多做有9年之后，样又开始赚钱了。来花莲的前差不多7、8年，当年都了钱了。佢都做到要强啊！拿回去给我爸爸试试看，买那个充电式的除草机。去给爸爸妈妈、哥哥、嫂嫂。花莲港离我们家很远，我记得以前都是有一台发财车从花莲一路然后卖到我们家，我们会去买一些鱼。那后来那个就没有来卖了，那我就变成我哥哥去菜市场买，但是鱼的样子、鱼种没有这么多。我们在那边念书嘛，念的书，我哥哥就当兵完回一个过来，当完兵一个过来，当完兵一个过来，那因为是念书的关系，所以一直都留在那里念书，那么长怎么在？啊？那么长怎么在？有啊，可以啊。那自己还没煮啊？还没煮。哦，还没煮。他买的，他买的。我还叫他买，我背不动了，还叫他买。在我小学1年级之后到79年之前，都是跟爸爸妈妈是分开的，跟爸爸妈妈住的是断断续续，或者是寒暑假，所以那时候我一直很想要跟我爸爸妈妈
住在一起，这样，因为这是我一直之前没有的，所以后来我就想说来花莲跟我爸爸妈妈生活在一起这样子，那后来就辞掉工作就回来了。爸，这个是那个鬼头刀。好。你要不要喝一杯？随便啦。来，我你不怕脚痛吗？葡萄酒就好了。这样扫地你不用多对啊，扫地要吹，手就吹。我老婆应该是不会，我老婆她对机械方面她是没办法。阿爸呢？嘛一两嘛。係啊，我冇做咩嘢人啲唔多。唔使人睇哇，有啲學生就買。爸爸妈妈都一起，他们两个感情其实很好，所以基本上他们两个都一起行动。爸爸，真的就蛮都错。老师世家，他爸爸、他妈妈、他哥哥，通通当老师的。嫁到这个不好的老公，他就要拿出哦。他去裁员也不会，他去干嘛？妨害人家工作。做农没有那么简单，你们想象不到的。对。在我嫁到我这边来啊，你想象不到。几点要起来煮早餐，你知道吗？4、5点。12点。当时那个时候我们还是大家庭烧煤炭，烧那个2尺8的大锅子，2口，一个要烧煤炭，一个烧木材。煤炭他没有办法，他不会起火，老公要去帮他起。阿公好好啊。没有办法，我都上半夜的时候12点交班嘛，就帮他起火啊。那个时候是轮流上下班。好辛苦，看我们多都不用睡觉了。不用睡觉，还是要做啊。哇。他很辛苦啊。现在就是整形而已了，没有做别的。整形把好，第一点比较好包装，第二点整形过后，它茶叶泡起来活韵，它会比较强一点。对。高中2年级，他有摆有暑假有过来聽咗。他做檢長嗰陣時候，68年啦嘛，67年來做茶，暑假做1禮拜，他當做茶，過來1禮拜1禮拜冇衰面頭，都坐定都衰嚟嘅。當然做1禮拜轉去出嚟行過，出嚟做茶都很辛苦。感覺到一講啊，同阿爸講啊，冇買要賺錢，家陣嘢冇過啦。高中畢業過後還沒冇想過來做茶，所以我會做他們做半年，啊報名不下冇行，喺嗰度做。以前我印象中以前要来的时候，那时候没有北回铁路，早上6点半就要出门搭公车，搭公车就一直转车嘛，一直转到龙潭，再转到中立，再转台北，坐那个金马号、国光号。每次回来到这边到我们这边5鹤晚上电视打开就是7点50分，报告气象。那时候每次过来电视打开来就7点50分，气象报告，这样已经搭连12个多小时，已经搭1天的车这样子。那时候来真的蛮辛苦的，
整天都在搭车啊、转车啊、等车，就这样。我相信那一段时间，我可以体会，尤其是我有了小孩以后，你看你离可能2、3个月见一次面，2、3个月茶季做完之后回去，赶快看一下我孩子有没有变坏，然后赶快再回来，那种心悬在那种心情，我有了小孩，我就可以去理解那时候我爸爸的辛苦。俩今日带来看哦，就优的法，文旦优的优的法，优的法达到的是就冲茶，茶变柚香茶，变柚香茶，跟柚的法真香啊，冲出来的茶又没按香，所以消费者真要接受啊。那这里就透过种的也无人管理啊。掠来去卖，掠有的话已经交钱，已经100块去卖啊。全部靠良心，无办法。也无土地概念啊，农药里面照样去修呢，但是你验没什么，也验不出来。它没有超过国家标准，你们验不出来。好，再进去。现在是一层花一层茶叶，来，慢慢，再弄平那样，再多一点，不然就装不了。好。一角茶，一角花，一角茶，一角花，做唔得茶楼花腔啊，落腔啊，像相片样，做唔得按样落去个茶会浮在去。有的花配高了茶，等下了就是泡拿来泡就泡得，所以有的花米头的，因为呢有的质地啊，吼，佮安尼泡过。其实我食过像安尼说肉的皮的感觉，安尼浮浮的，辣，食过一点点辣的。我伫高中毕业18岁就过来花莲做茶，做茶时间就天天做，就真宽，就真好。你东西如讲老人家存下来，cái好嘅东西安尼冇得摕，有到新嘅东西安尼要變落來。你看你點樣對個茶嘅變化樣嘅，你茶每好嘅時間，佢慢慢會轉風。你做的时间要保持它的鲜度，就无法度我讲，你茶早下放要不用天公照水，天公下这样而做，你茶新鲜感都无啦，所以讲势必都要搬ra要拿做体机。你看有没有？它这个就没有冇脱到吼，个茶唔会缝。落在客家人讲的，
唔会读书就徛脚头边，做了茶，爱甜食，爱体力，没有瘾，好像做出一道好茶，这有它无穷的变化在里面，啊，这个就是乐趣，啊，当你有乐趣下来，你就带黑。你朋友旁边吗？有。他有没有去采茶？没有了。几岁啦82。哦，比我多岁。82。82。他在家会做什么？煮菜，然后煮草、种菜，然后还有骂人。那请来这么干？其实也没有特别什么目的啦，就是说有一段时间没有来，想要跟爷爷奶奶聊聊天这样子。那么干嘛？没有。婆婆泡茶。最近比较常来找叶不光叔叔而已。因为之前常买白茶跟红玉啊，没用记没有。爷爷最近白牡丹有做吗？白牡丹有啊。有啊。有同学有在问。对对对。他想要就是找台湾的白茶这样子。这个外国人为什么那么喜欢喝白茶？他自己在那个法国在卖茶啦，哎呀，想卖台湾茶。对对对。那主要原因就是它跟绿茶很雷同，然后它就是说可能做法上面有一些差异啦，然后同时也是咖啡因含量比较低的茶叶，所以常就是很多客人会因为这一点去决定说就会喜欢这泡茶。我爸爸有一个同学在茶叶改良厂推广一个品种，就是209。那但是随着茶树的年龄越来越大的时候，它的花香味就比较没有这么明显。那要怎么办呢？阿公就说：“那不然不要翻掉好了。”那阿伯就说：“这样很可惜。”那阿伯有看书的习惯，看，他觉得，209这个茶芽茶很肥。那在做的时候，刚好有一位茶叶改良厂的老师，然后他就教我妈妈：“哦，你要改良微雕的程度要多少，发酵度要多少，然后做出这个白茶。”慢慢大家就会知道说：“哦，原来台湾有白牡丹。人家一直以为白牡丹是大陆的毛尖，其实没有，是台湾唯一的白牡丹。”你啊，这水煮了搭的呢，都个电线杆下去吼，天火墩下去木几多吼，就做有机啊，个下尾加下忙做，你啊这替身做，那太个来的做，大部分咸工人全部自己咸啦。有做了茶全部咸自己负责。老大去负责。你啊种差不多15年左右的。善良天善良收嘛，天气能用人工去除草嘛。现在跟杀草剂说唔得啦，你都要用人工去除草，成本贵啊。其实有机来讲最困难的就还是臭味问题。你臭味问题迄克服这个时间，来讲你啊应该就简单，因为你啊茶病虫害少，唔要像蔬菜了的病虫害一多其实冇得伊的。从冇等于现在是存来这样用的啊。伊做久了，反正唔会比。一般惯性的较熟了，做农还是要有一点天分，也有那种天分的没有打啥就做会得，我也想教给我儿子，真的很想教，看他
有没有这个兴趣，学得来学不来。我坚决反对，不要来接这个行业，你知道吗？应该要去外面闯，很辛苦了，很辛苦，很辛苦，已经我第4代就那么辛苦过来了，你第5代又辛苦，难道第6代还要来辛苦吗？不要了。我不要讲，我就讲我儿子应该要去外面，没有办法，你谈啊，他要啊要是你。不适应是这边住在马路边，以前住在乡下，现在忽然间不适应是因为住在马路边，卡车在旁边，晚上睡不着。以前我们刚来都睡去旁边了，一个礼拜才习惯了。我们小时候哪有什么童年？我们小时候放学回来就要工作，放学回来就工作，做到天黑，要吃饭了。对啊，早起洗又睡觉了。大啦，就是接触这个茶叶啊，然后老人家又在这边来花莲发展，就很大的出社会就过来大家一起过来帮忙啊。没有，其实这么说了，因为我们差2岁嘛。我当兵了，我还没回来，他在当兵，伴老三在这边。老三当兵的话，我回来，大家都跑不了，对吧？因为也缺人手，没有人。我儿子本来我就叫他当兵快结束的时候，我就跟他讲。你应该你大哥回来，那一个来接我，代替我就可以。像你们老2、老1，你最好你不要回来，去外面。他不啊，不好，你不我就买地给你做，真的啊。所有的农业茶叶最好做，茶叶做了，摆了不会坏，摆个20年还是有人买。别的你要水果。摆个几天坏了没人买，茶叶摆个20年还是有人买，前景都很好。3个都很像，为什么？硬讲，很老实，唔会去僥人，袂批人啊。他很老实，就这样，跟我个性很像，因为我公司出品的。我们做他也跟着做，不会，没什么压力。你有时候都跟爸爸一起工作有压力，我们家没有，我们家没有。像我爸爸他也不会给我们太大的压力，他也不会太大的压力，反正他自己压力更大。因为带这3个小孩到底成不成才不晓得。3个都不一样，三个都冇中央啊。尤其老1他最唔会听人讲，他有他的有自己的主见啊，那样。这套《金刚经》讲的一句话：过去心不可得，现在心不可得，未来心不可得。就是说。这个只是一个当下，还有一个叫初心。就是说当时我们在做这个的时候，你的初心有没有在变？他比较固执啊，爱上人做就最好，其实认识都唔好，佢咩讲佢最好。茶叶这个，我们祖传的，也是做好几代，就是这样做的下来。我那个公司做的茶全部20个啊，好食冇食20个。那会影响价钱吗？当然会啊，跟你唔好两样钱，跟我现在做啊就好啊，係嘛？當然咧，品質好啊，價錢就還好；品質唔好，價錢還大。你買得就買唔得，你自己想辦法。哎呀，所以你都唔得講，品質好壞就來識得。
咱实在咯，伊还袂唔会做好啊。我凊彩你买出来，我凊彩做啊就好。你海泡上摆做的老了摆做的去比较，看哪只茶较好。大概做好就会比看啦。泡的时候，你爱比的迄标准杯150cc， 3公克的茶叶，泡5分钟，用茶一比，看嘛啥的茶较好。比看啦。时间、水量、茶量都是标准，一样的。大家都是一样。我老太，我爸爸妈妈会叫我说，评看啦，讲掠茶，掠白的咯，上白的，那味唔错，那味比我迄较好，也较唔好，掠泡出来样甜吼。所以我做出来，你做茶时就会比讲，用来做。比如讲，迄粒白那味唔错，改进呢，你就会讲，还袂讲用买一改进去，5分钟到了，我这边有定时的。拿个米酒。你上面做的。是看啊，唔就底的那只，我让人讲。有盐那些。盐内鲜一穷，盐内鲜上面的。盐内鲜上面。你食这种炒？炒。比较味道。比较变大。我喜欢比较有蜜味的。还可以啦，还可以。阿婆也喜欢喝有盐内鲜的。盐内鲜的好。盐内鲜的茶有较好，所以尽可能的，让个迄。本盐的就是真好，按照盐的就是。前一包的蒸落水，米落水的时节，其米头就较淡，较无像个出盐的鲜安重，就无同样。所以讲你跑出来一比就比讲像盐的较好，了盐的盐的米无安重。不过你板茶香，你板茶较香，香气就讲你板茶较香。不过盐的米你板茶，盐的米较重。他爱吃点草皮做的茶，还有像绿茶，所以说咧有盐的鲜，不过个茶味较淡，咧草皮做的吼，个绿茶味较强，个茶味较强，所以还有味道的。无同样一定不一样。没有，搭比茶做起来绝对无同样，无可能要同样的。除非你气候都是一样的。万一茶叶茶青采回来南风，仓库要把它关起来。不要给它吹茶叶，吹茶叶那个茶叶就很难做了，很快干，太过于快不行，你一定这个时间要有。所以说很怕南风，做茶的人很怕南风。一响一响哦。铁线有嘛个，有个香个肉桂香，有个薄荷香。民国50几年就开始就有按一个品种，我拿出来推广，
无拿出来推广的时阵，各个台湾的红茶慢慢的开始有恢复转来。拄到来制茶公司向有办那个印度的个茶叶红茶的观摩会，来就参加看到伊个味个大吉岭的红茶，价值好，产量又好，来真的样开始种了红茶。8年前那样种了个红茶，看到伊味个红茶按好卖，价值好。那真的那样来做，那样来种，如果种到做到品质以后，拿去参加10大经典。做事情都很要求很四方很圆满，要做到很好。他从小都要求我们这样子。我一直觉得我爸爸今天有这样子的一片茶园或者是成就，那我妈妈功不可没，她是很背后努力的推手，她甚至于是事业上的好伙伴，到人生的伴侣。哦，阿波真的是他让我爸爸可以更放心的去放手去做他想要做的事，甚至于在旁边还推一把。这就去年的冬天种的。那你们大家，谢谢你来除草啊！哦，很多草哦，哈。呀，它平的米种啊，就拿来种茶。这个是强心胎趴，起码哈，像这个要有收成，要有3年。我不会做什么，我做不了什么，可是我先生非常的照顾我，他非常照顾我，不管你怎样，他非常的照顾，所以我虽然很辛苦，也住得很快乐。妈妈，你知道她就是一个很传统的女性，把荣耀光荣给先生给孩子这样子。然后我没有，我笨笨的，我傻傻的，我什么都不会。其实她什么都会。像我爸，他会比较不会称赞我们。我啦，做得好，他觉得达到他的人蛮理想的，他说这个还不错，他会这样，这个还不错，简单的一句，不会很多称赞，这个还不错。好彩有成功，为了那个有好个那个体系的发展，有成功，很高兴啊。我想我爸爸回去，可能回去有一个荣誉感吧。哦，比如不管是我们龙潭的乡亲来这里，觉得看到爸爸的努力的成果，回去我相信他也是一种成就感，一生的成就感。在这里好山好水，还有自己的一生的成就，我觉得他的决定是对的。